1978年7月7日，流落伫菲律宾35年的台籍日本兵朱惠禄，伫台湾政府的协助下，总算返来台湾。伫机场举一个国旗，伊的组织伫苗栗头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伊才16岁被逼调去菲律宾做日本兵。伫记者会上，朱惠禄嘛透过翻译表达受到战乱之苦的心声。 我在菲律宾流落了这几年来，我曾经2次写信跟家里联络，但是一直都如石沉大海，没有接到家里人的回信。2003年7月7日，当时排行世界上悬的台北金融101大楼举行最后一支冠娘的上梁典礼。 这支金黄色的娘顶面贴满政商名人的名，伫当时总统陈水扁加台北市长马英九的见证下，这项国内头一件的 BOT 的大楼案，就是金融办公大楼，也有真侪精品店。伫2004年12月31日完工开幕。